来看这新竹市审计署最近呢是针对这市内的公车的服务来提出报告。这内容指出讲，虽然新竹是有5间客运业者来提供服务，也毋过事实上呢，规个新竹市煞有超过60%的区域是无公车，这是造成真侪人安尼无方便。所以因要求新竹市府呢，就要来研究公车服务的范围，来提出改善计划。 公车到站，民众排队上车，目前拢总有5间客运业者提供新竹市公车服务。不过最近，互新竹市府审计署点名讲，规市区有超过60%的区域无公车咧行，而且路线甲民众的需求也有落差，要求市府改善。就是看公车站牌的话，可能比较少一点。坐过几次而已，大概2次。坐过2次啊？对。方便吗 ？OK 啊，方便啊。有几次我搭的时候，它不是。 就是可能上面跑，就是也不会告诉你说，可能手机上面吧显示几点到，但它确实就是不会来。报告当中指出，到去年底为止，新竹市拢总有26条公车路线，载客人数398万人次。除了要求市府对路线提出改善，也要针对较热门的路线增加车帮。市府回应，目前新竹市的公共运输涵盖率超过90%，除了公车，也包含火车、客运、计程车、巡回巴士等等。 新竹市与邻近县市区域提供多元的轨道与公车路线服务市民，包括了台铁、市区公车、公路客运、幸福小黄以及园区巡回巴士服务。那整体的公共运输涵盖率已经达到了91%。那为了照顾交通不便区域的居民就医就学的交通需求，市府也辟实了2条幸福小黄路线，也会持续来收集民众的使用需求，来提高整体幸福小黄的一个使用率。 市府指出，未来会找客运业者共同研究更加适合的公车路线，也增加车帮，符合民众的交通需求，建立更加完整的交通路网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